咱旗山的开基八路财神庙，伊的特色是安尼，咱一般拜五路财神，即间加上天地人三路来甲你保庇，八路财神、八路财运拢会使入来。这介绍就是年初4的时阵，伊遐有放一个发财大炮，就是讲你去遐拜的时阵，放红包的诶，红包有现金，抢红包啦，嘿，拄则伊遐讲红包偌济8800、6600，还有发财符、小玩具，这大包的，这大包。这个是伊出名的是迄个财神恐龙，这就是这间庙的特色。哎，拄则讲迄什么，迄发财大炮，嘿，半点钟、1点钟放一摆，看有偌济信众迄天去拜。哇哦！唔通摕雨伞去神呢？嘿啊，唔通呢。你神较有呢？袂使啦，一个人一包啦。嘿，伊无限定讲你要参加几场啦。嘿啦，你逐场拢会当。